来关心花莲马太安溪房山湖的水灾。早暗，原民会和花莲县政府甲相关单位是去公护国小甲在地灾民进行第2届的协调会。因过有灾民是不满其地，敢若咧讨论原住民真生气就离开。因来协调会是尾开到暗时9点，相关的意见政府部门讲会早登去研究，做未来中建的意见参考。没关系。看起没意义啊，看不起啊。今天是我们自救会的会议9月开始，就人因为这个那边讨论原民相关的代志受气离开。主持人定清讲，这是马太安部落自救会主动邀请，因过有一个人依然无接受离场，但是大部分的人也是留来讨论安置中介选所在特地做册，也个产地再生。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官员走到我家。我靠的是自工。在民讲，最后拢是靠刷掉超人斗3工，政府拢无派人来关心。另外，中介户的分配，灾民也拢唔知。我家整个都被淹掉了，我的农业损失，房子5秒钟全部归零。刚刚听长官讲了。受灾户登记了中继屋几十户，我还不知道我有没有被登记在那里面。废校之后，我们也委托有一些花莲县女子就是探访美学职业工会，他们做那个南区的训练场所，因为他们现在闲置在那边。那如果假设国土署选定这个地方成为东某家里洞这个部分，它可以做中继屋的搭设的部分的话，那我想我们花莲县政府一定是全力的配合的部分。原民会副主委讲，进前北北防灾因为沟通无够，产生一寡问题。这边讨论安置中介甲中建，主要是以离灾无离村、离村无离乡的方向来做。会议昨暗9点结束，部落的主席讲，虽然官员无法度回答所有的问题，不过会甲意见早登去，以后会继续邀请政府讨论灾后重建，也提醒做人爱做好长期自立重建的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